李文钦就是一个足普通的桥仔头在地的少年家。伊看到真侪庄仔头内底足无公平的代志，就是讲遮的小人物要对抗，不管是政策，还是要对抗资本家，伊就想要去改变因的生活。尾手伊就知影讲，伫咧迄阵的台湾有一群人组织一个新的团体，叫做是美丽岛杂志社。因做足侪代志，会当具体来改变艰苦人的生活，所以伊就想要去参与。深入，以防万一。讲深入一点。互我印象上深的，就是我梦到一只鸭啊，飞到我的手头顶。导演就是要我演说，就是我一醒来发现，哇，一只蝴蝶怎么停到我手上？然后因为他们打了一盏灯在那个窗外，就是那种很像月光这样。然后就把它往月光这样放出去，你就是觉得你就象征着自由，你就飞回我的故乡。结果它就飞回来，然后好像就是它，就说我留在这边陪你，然后好像你跟这个蝴蝶之间产生了一种连结，整个环境就是我跟这个监狱，跟这只蝴蝶，哇，当下觉得好美。